那个，我去开门。姐姐，你别哭了，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说，你跟张屠夫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，我就是去买了2两肉。不跟男人调情，服不了是吧？你到底要给我戴多少个绿帽子？我没有。贱人！救命啊！我只要多看男的一眼，他就打我，喝醉了也打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岂有此理！怎么还能打人呢？天底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姐姐走，我们去报官。报官？还是不用了吧。我们身为女子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只是想和你们诉诉苦罢了。姐姐，姐姐说的对，这种闲事，哪个当官的想管？白小凡，前段时间我以为你已经改变了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胆小怕事。我不是胆小怕事，现在是男权社会，你报官能解决一时，解决了一世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放轻松，一切有我，我自有妙计。威武！升堂，跪下。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是原告，不是被告。大人，我一告我夫人逆夫，2告我妹夫滥用职权动用私刑，3告我妻妹巧舌撺掇，破坏我家庭和睦。大人，他家暴在前，私闯民宅在后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胡闹！自古男尊女卑，夫为妻纲。你是人家老婆，动辄离家出走算什么？还有你，长幼有序，劝和不劝分，这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一人打10大板，然后各自回家。退堂。且慢，这堂不能退，这婚必须得离。